Marvel 總算自 Endgame 以後拍翻咗一套情理兼備有動作有笑料有劇情嘅超級英雄電影，令我對之後嘅末日博士同埋神奇四俠都有翻少少嘅期待。大家好啊，我係3012，呢個頻道每個星期都會更新短片，主要同大家分享電影劇集觀後感等等。如果你對呢啲內容有興趣，就記得訂閱兼撳埋側邊個鐘仔。聽落去之前記得俾翻個 like，多謝大家支持。今日要同大家講嘅電影觀後感係雷霆特工付諸星。咁今次雷霆特工隊呢，最主要都係以 Florence Pugh 飾演嘅第二代黑寡婦 Yelena 做主角嘅。今次就總算唔似得 Captain Marvel 咁搞彎咗。Yelena 呢個角色咧就相對有血有肉同埋易啲令我接受嘅個人設，劇情又相對紮實，唔算有太多令人尷尬嘅時刻。整體嚟講，我係建議啲對超級英雄電影有興趣嘅觀眾入場嘅。講落去就會涉及劇透，如果你未睇套戲又介意的話，就睇完套戲翻嚟聽我講。如果你唔介意又準備好，我就繼續講落去啦。劇透先解鎖。咁今集就係講 CIA 局長 Valentina 就俾國會彈劾，就召集幾個揦渣嘢嘅特工互相殘殺，消滅證據。咁就有二代黑寡婦 Yelena、Red Guardian 模仿大師同埋 Ghost 仲有美國特工 Walker。咁就喺佢哋幾個人互相殘殺嘅時候呢，撞到哨兵 Bob。故事就係咁樣展開噶啦。咁雷霆特工隊咧都繼承咗 Marvel 電影一直以嚟既係優點又係缺點嘅地方嘅，就係而家幾乎每一套 Marvel 電影都係劇集嘅延伸。好處就係可以透過劇集去培養 fans 嘅黏着度，等人多啲去追睇。缺點就係對啲從來未睇過 Marvel 電影嘅觀眾嚟講咧，就非常之難入手啦。即係例如今集Yelena 同埋 Red Guardian 嗰個父女情，如果冇睇過上一套 Scarlett 演嘅黑寡婦，或者又未睇過 Disney Plus 入邊嘅鷹眼影集，就會可能覺得Yelena 同埋 Red Guardian 嗰種父女情係好核突嘅。又例如點解Valentina 又可以指使到呢幾個間諜特工去做咁多揦渣嘢嘅呢？又係唔睇影集或者唔睇之前嗰啲 Marvel 電影，係唔會知道點解嘅。咁今個劇本最出色嘅地方就係聚焦喺 Yelena 度啦。Florence Pugh 又演到佢嗰種氣質出嚟啦。雖然佢就冇 Scarlett 咁性感，但佢個造型同演技我都覺得係討好嘅。咁 Walker 同 Red Guardian 戲份都算唔少嘅。咁今集都交代咗Walker 屋企婚姻唔如意啦。Red Guardian 就係充當一個搞笑嘅角色，亦算係 Yelena 嘅最後避風港咁樣啦。最平面就係 Ghost 同埋模仿大師啦。喺呢套電影入邊都冇再交代更多佢哋嘅身世背後嘅憂慮啊。今次 Bucky 喺呢套電影嘅角色呢，我覺得最主要就係 Marvel 驚Florence 擔唔到大旗，咁就用 Bucky 嚟承先啟後啦。咁今次最新嘅角色哨兵Bob同時又係反派虛無。咁哨兵個定位咧就係幾乎等於DC 超人咁嘅存在嚟嘅。咁編劇好聰明啦，今次即係雷霆特工隊就冇話好正面咁樣同呢個哨兵對戰嘅，因為基本上都係唔夠打噶啦。最尾點樣解決問題？至少唔係美國隊長4咁樣用嘴遁而係潛入哨兵嘅思想作出呢個心靈嘅攻擊應該係心靈嘅救援啦。算係一個幾唔錯嘅打完場，亦睇到我呢係有少少感動嘅。我就幾中意 Yelena 嘅角色曲線嘅，由佢嘅迷惘到同Red Guardian 互訴心聲，解開心結之後，再由佢去拯救 Bob，然後化解咗虛無帶嚟嘅危機。咁喺個故事節奏入邊呢，文戲同打戲嘅比例都算平衡嘅。美中不足呢，就係雷霆特工隊嘅組成啦。始終入面冇啲好非常之神級嘅超級英雄，
咁打鬥上咧，基本上都係開槍啊，同埋拳腳功夫咁樣，唔會似Iron Man 啦、Spider-Man 啦、Doctor Strange 呢啲咧，有啲好有創意嘅打鬥。不過點都好過呢個 Captain Marvel 二嘅嗰啲剪接啦，嗰啲亂七八糟。今次咧係非常之有誠意嘅，對比起嚟就，同埋都要讚一讚編劇同導演啊。今次嘅劇本咧有好多地方係首尾呼應，例如最開頭 Yelena 冇聽到個博士講落去，然後就炸咗個實驗室。如果佢當日已經有聽到博士所講去思考自己唔好咁樣盲目咁樣去做任務，咁其實就可能已經阻止到 Bob 之後嘅發展㗎啦。但最後咧，亦又係Yelena 喺翻個實驗室嗰個潛意識空間救翻 Bob，見證到阿 Yelena 嘅成長，由一個獨斷獨行唔思考任務內容嘅一個特工，變咗做一個會關心身邊人、願意犧牲自己嘅英雄。而 Thunderbolt 呢個隊名嘅起源都係令人開心窩心嘅。咁就講翻阿 Bob 嗰個黑暗空間嘅能力，簡單啲講就係 Inception 啦。咁我覺得咧，嗰啲位其實可以加多啲想像力嘅。即係既然套戲都已經喺打鬥上冇太多特效啦，冇咩驚豔畫面，咁其實喺黑暗空間咧呢個位咧就係可以玩得再誇張啲。即係既然都係黑暗空間負面情緒一個空間可以加啲驚慄或者恐怖元素落去咯，唔係只係好簡單咁樣交代翻佢哋自己啲比較黑暗嘅回憶，咁就可以令成件事再有趣多啲。咁整體嚟講，雷霆特工隊係 Marvel 電影近年來故事結構最完整，人物塑造有血有肉，動作武打文戲兼備，係一套非常之唔錯嘅超級英雄心靈雞湯電影。Marvel fans 應該會收貨，就算唔係 fans 都值得入場觀看嘅。咁故事結尾就有兩個彩蛋，第一個就係啲輕鬆搞笑嘅彩蛋，第二個彩蛋就揭露咗外太空嚟咗一架寫住4字符號嘅太空船。咁熟悉 Marvel 嘅都知啦，呢個就係講緊神奇四俠。咁聽聞年尾咧就會上映神奇四俠噶啦。另外就有講到阿 Bucky 同 Sam 係對於呢個 Avengers 嘅正統有啲爭執，咁係唔係預示咗嚟緊 Avengers 嘅成員會越嚟越多呢？定係會喺 Thunderbolts 抽一啲人出嚟，跟住喺阿 Sam 嗰邊又抽啲人過嚟呢？咁之後嘅 Avengers 組成係令人期待嘅都。不過首先就要 Marvel 唔好又再搞我呢個神奇四俠啦。咁今日要分享嘅暫時係咁多。如果你有唔同想法，不妨留言分享。最後記得 CLS comment like share。我呢個蚊型頻道係好需要你哋嘅訂閱、讚好支持嘅。多謝大家。我係3012，下條片見，拜拜。